各位听众，欢迎你人这礼拜个到对来听我人槟榔福建讲几个故事。这个礼拜，咱接落去听个大不如一只讲嘢歌，看到几个故事。但是讲你有兴趣讲几个故事，当今在一人啊，就阿龙啊、阿山虎啊、阿花啊、这个阿生啊，这人已经讲几个故事。但是讲你有兴趣讲几个故事咧？写一条电票，我的电票是 online@gmail.com。但是你被我被欢迎这新的占据的那个地道的 Serin， 给读这个占，可能读这个占到咱占据的地道位。但是你唔知係咪是往占据地道咧？你過去binenhokkien.com 嘅網頁去看者。正像俾你對面帶者，你哋加入這個占個你都特別收聽我哋binenhokkien嘅節目。當今，人接到你講，人你頂一禮拜講未了個故事啊，聽看耍，唔是聽看這個，你講咩講耍？你聽看這個甲大不如一隻會個還沒故事講，佢只幾故事，可能是講你驚來講，唔通佢這樣聽哈。當然就是阿妹，你都較細緻淡薄啊，看看你後背有人來掠你哦。OK 當今接去聽。當然來講我聽你自己聽看到，這是我唔是我看到外國看到。講我聽。外國是做生意，所以直飛來飛去開隻大 hotel 的嘛。但第慘的是，伊規日看到物件嚟咋。有人在成哦。對哦，但伊個唔是，伊愛出報伊個看到，伊啲邊咧伊唔捌看過嘅。所以伊逐日對外場飛來飛去哦，咱外場都唔捌看過，但伊逐日看到嘅咯。hotel 會看到。有一擺人去hotel，敢若是 hotel 房間嘅伊個故事。所以有時候是人去越南哦。所以人大隻 hotel，所以暗暝半暝困了咯。所以伊風險請遐，因為伊規身袂叮當。但伊請了看到規個房間嘅物件。所以就看到頭前是穿白色衫嘅大波，穿迄個越南嘅裝嘅啦。啲頭前折衫，因為伊困了，伊看到伊啲名稱尾為折衫。天公佛祖嘛？驚！折白色衫，折，了伊看到伊寫，伊毋是雜線嘅，伊成句是寫。看湯過。後背看湯咯。因為直愛叫我場叫袂叮當嘛，伊規身定嘛。所以伊看到伊喺大波介折衫愛折，然後直，咧大波看到伊看伊咋，所以直看來看去，驚甲咗，佫袂講哦，佫袂出聲哦，然後搞伊大波，毋知折偌久啊，折甲了啊咋，伊個衫，咧伊行來外國嘅頭。買驚，係講特別講。講，唔係，伊無安怎，伊無做外國面，伊是一頭踏落去外國嘅身軀，正接去外國嘅身軀哼。然後所無物件，外國會叮當去，然後較緊叫外場車哦。然後佫有一擺是佇吉隆坡，吉隆坡嘅本是 hotel 嘅房間哦。然後他是我毋知是伊一人去還是甲外場啊。伊講迄個旁邊吼，一直去就感覺無咪爽嘅，本來係想來看咧，伊講哎呀，免緊大一暝爾，免緊咯。所以吼，伊規暝袂困，因為伊個財經嘅火直直開倒嘅哦。然後不是伊水佫開冚嘅哦。伊水在開大聲水佇流啊，伊甲緊一去冚到，伊愛困啊，伊水佫在流嘅哦。所以毋知是樣嘅 maintenance。無好事咧，還是有影有物件，把伊會來大水沖，我驚。然後一擺最近咧，伊無甲我講啊，我知講係你個家己呢個。講。我毋知，我無聽，我講我莫聽。阿母叫你講，咱拍電話你講嚟啊。我係國家教講故事嘅，伊講嘅幾個事聽了你暗暝袂困。也是，我就未講咩啊，我能一時間落。我能一時間，白紙甲你講啦，甲你講啦，實拍電話可以。你講到落去。邊個？係咧，實拍電話，白紙咱拍電話去啊。
佢可能講嘢結果告訴我。伊第慘嘅就是伊買一間厝有問題咯。我哋見到成日可能。就是哦，因為伊買是佇個年嘅咋。較間厝佫無辦起咋，做裝修啥物做甲來本來真正貴就對啊啦。伊個年較掉落嘅，所以你知講較變貴嘅。所以伊毋是買新，伊買二手嘅。咱樣較邊一樓是兩個 unit 嘅嘛，然後樣是隔壁厝邊是全部毋知咋，因為隔了人大邊是。這是寫 semi detached 呢？所以樣毋知嘅。semi 啊，是 condo 哦 condo 啦哈 condo 嘅一樓兩間嘅。伊個年較掉落嘅。所以話伊買二手嘛，所以裝修好啦，佢了解歡喜，佢啦伊大過毋捌看過安尼大間嘅 condo 嘛。做完一去了就頭是無啥物，是過後吼，樣感覺無咪好勢哦。因為較時是我嘅cousin伊是讀個年迄邊有一間international school 嘛。所以伊是一人住，因為我哥是住佇Bayang Baru。咱伊就買個你遐間厝，成食紅樓番啊，成巴拉禮拜甲去。然後我表小弟讀迄個個你嘅學堂嘛，住遐邊較近咯。所以伊不是一人佇厝誒，所以人感覺無咪好勢安咯。直直有聽着聲咪咯。咱過後有時我哥成一個人起去吼，伊開門吼，伊門袂開喎。因為規間厝嘛都成裝修過爾嘛，所以鎖匙咪甲咱落甲咱是新誒咋。所以吼伊成有一道個個理啊，伊講誒毋知有影無影啦。因為伊開門吼 already lock already 開啊，但伊愛扭伊門開吼，啊尾內面有人甲伊鬥。7點哦，所以講伊直直甲伊鬥叫咯，所以伊毋敢入咯，一頭鎖都對甲緊走咯。然後我誒哥。轉去問遐咧裝修嘅人，講阿袂入厝嘅時，啷啲裝修是有啥物問題哦？然後又講其實是有問題咯。你是講乜嘢裝修愛關掉吼，遐咧做裝修嘅人。問題是人講愛甲緊做壞了，所以人搬埋本做工嘅嘛。所以搬埋本做工咧吼，愛甲緊趕厝趕工互我哥嘛。所以講特別吼過了3日吼，無人過了6點就無人去做工了。伊甲我講，人同做到6點就送面，送面對厝啊。頭兩3日直直有事哦，所以人然後我講最事無早講。要驚人咯。是哦，人講成6點爾都有冷風直直吹。咱樣嘅物件直直放棄嘅就樣裝修嘅物件。要講，我一間，我只驚啊，當見我莫幾長個咧，要使幾倍呢？我成個。我當見嘅厝邊下家己啦。哦哈，係啦，要驚哦。你好死哦，講聽，我直接是唔是直接？我一朋友講聽啦，到底星期三本啊，伊講我唔知打一間，特別我唔知打一間辦公咯。伊講特別伊困嘅時，人講樣阿妹時啊，但早起請起來是樣嘅嘢啊，咁都學邊個嚟？你伊講有一間人看到，伊講看到一查某呢，伊去夾伊個骹咧，背伊你就係都學邊個來？唔係講成人去山頂吼，咱袂使叫人嘅名吼。袂使叫人名，就要叫咩？叫正名。哦，袂叫正名啦，咱叫格達布魯，咱叫臘腸會使啦。可會使。有話咧，我咪特別好我一名叫我咪姑，叫我咪姑。人講會使咯。袂啊，不等咱我對面嗰時我買去成去山咯，好心。無特位本番啦。我驚。哎呦，都被驚到我。真濟成人去島啊咪哦，人講買食牛吧咪哦。哦哈，對，哦是咱講幫照嘛，是別使死嘅幫啊！你知啦，打雜某個一步啦，是講打包嘅囡仔時，出去個卡時要死嘅生照啊。伊咧是拜幫過一個特別拜呢嘛喲。有。因為我驚我朋友吼成7個時啊，7個半時。
哦對，頂住往七月半時講咯，係啊，第舊年七月半時往講咯，往講幾個數。講淡薄啊。有啦，有講。我看在個有啲朋友樣看到物件，樣試過真慘嘅。哦，而家試過較濟啊？樣講嚇，有影真濟，樣講成樣嚇，是講試過樣無過8分山路段厝嘅，是講樣大單就本啊。我就是聽到大單就本啊，好較濟我無大朋友。用咪用8分山路段咯，用係個一個看見，這個水地路唔是較驚。是哦。我講聽啊，我頂到補習，即我唔係考幾個特別，我頂到補習幫我阿妹是往時幫阿妹時候，我咪是換車咯。我往時要行大路笨蛋嘛，較遠嘛，咱就硬硬要行咧8分山路啫。硬硬行8分山 ，actually 8分山路望個了個無咧行，規水地路是又冇幾長嘅，because 我特別聽人講你到底後尾啊，你車後尾把你行看佢後尾一人坐條你車自己行。哎呦！人講嘅是這麼多架嘅你架刺激個啊！這個你冇到位個。頂到時咯，一個咯，我姊我姊嘅朋友咯，到底樣節目都話嘛，紅險走人我厝就，我都唔捌伊厝本時我下朋友特別袂教伊厝，伊成接人我厝兩間面斜斜就，一間查甫一間查甫啦，然後面斜斜時伊講樣看到咪就好似樣大擺嘛，呢時伊大埔換擺咧查某一後尾嘛。因兩人做就係看到你厝長對面一個啥人掉下面咧白色衫，就冇掉掉咗。然後時伊就大擺過，伊大埔看到伊就自己拎起啫嚇，伊大埔講我咪出聲啦，驚講伊查某在嘛，驚講查某無看到，查某無看到，兩人做就係看到來個我到厝邊車，我佢記個樣來嘅時我馬上咁樣跑咗水係樣黏就一陣，佢車講一講話未對呢，你咯就係是啊，真驚。我記過，我記是你講到底，這真無好意思啊！這種若是到邊咧，人若是你當緊聽掉，然後當緊等換車過去地落來，佢聽到我笑就更加驚。你叫我頭走。你唔邊咧第一就是大橋真好嘅時候夠濟哦。哇！佢是真濟告訴我咯。阿妹換車過時啊。是哦。然後這麼多咪是，特登有人騎車坐啊。這大橋嗰人跳樓，唔係跳橋做啥咧？佢教我朋友要學啥？有啲時間講人做橋嘅時，真濟人死嘛。做時啊，麥多來啊，定咩物件？哦，真濟啊！人講掛名過橋時，佢看到人頭飛來飛去。呢這我唔知有影無影啦，這特別聽到人講嘅。即係有冇嘢有你啦，即係有你講嗰時啊，有你啦，有你驚你成個大媽係啊，成個大媽我同你講嘅啊，你 bungalow 你 brothers bungalow 係啊，你講你我同你講，你我都唔知啦，唔係講過嘛，特別我講伊講下整房間嗰時，你聽到聲攞咪去插伊就掉喺房間啦，嚇唔驚？你要個人講滿係啊，講攏其他喺你一間房間咪去插伊度啊。伊個人講有你房間是袂使接，伊無講。伊無講係咪數啦？伊無講。特別咪是距離哦，就是咱唔知嘅呢個事。那邊人是講買個人講嘅。呢，我驚咯。嗰啲酒店有冇在講人到一個房間是有問題？actually 嚇，點解我去這裡唔是我去，我我爸人參一陣嘅朋友去即個旅行團，再去金馬崙係金馬崙。然後因為一間房間，伊我唔知做冇咩記啊，你特別拍電話罵叫我罵講我聽，伊唔知意思，我唔知我罵是大幾筆房嚟，成個是，伊就講伊係有一間房無開嘅。然後伊講伊一間房間是空掉嘅，然後伊係一個 bus driver 咩，就是到啲車會困。然後伊就講伊個人就講下啊無我再講樣下一間房特別無開，可能是你無樣講是就是有較貴啦，有些全部刺激啦。伊講他一間房無貴，伊些人講有貴，所以樣是砍掉嘅。講但是你無插，你無相信，你唔使去那邊困。伊個你旅行團你導遊嚟講啊，你咪講話我睇到冇我無相信貴。
再去困，贵咩？未困，你講啲時人來插亂你，來插亂你，後尾到你8歲困，你知啊？伊 driver， 你話嘛講得一間房間，誒，後邊咪是揾隔壁房咯。你我每日嘛看我聽到笑，佢講冇啊，講冇，佢特別聽到囡仔笑，佢講特別，伊想講是伊隔壁嘅咧，伊講聽到像囡仔當笑，伊講想講是樣嘅，because 樣是對一等嘅團，你知啊？在先生，喂，我爸媽做先生嘛，因為爸等嘢做在起，伊講樣幾嗱，後邊上一樓想講唔是聽到囡仔笑，唔是想講是樣囡仔大，到底隔壁係咯。特別我嘛講你隔壁，伊唔係說隔壁是空房來，that means 乜事？嘢唔知上面嚟邊啊？係份嘅人。我特別冇，但我未必我未記我冇聽，所以媽咪那時都聽到我講唔對物件，你教我講。誒，頂陣時我冇辦過，我知道烘焙我唔是烘焙，我插亂我買都唔知道人聽過哦。我知道，當然這唔是幾個數啦。咱同佢講權證啊，40講咱講40幾權證，特別我做咗攞出去吧，竟然是點啊？即係他歡迎到對嚟啊，這是第二出咧，我特別 edit 啊。我特別 edit 啊，這是第二出咧時啊。然後我聽你看啊，你講話，看就是只幾個數過路，有，你只幾個數嚇，嚇，我講下只我喺 KL 你想看過後面物件，我一個 KL 嘅告訴啦，我一個定到讀伊是讀咩？MI 讀你咋？唔是 graphic design 啊，MI 讀嚟。哦，OK。你這是舊啦，唔是新嘅，這 campus 較舊嘅，定到我唔知你知，定到是到啲 MB 有嘢啊。MB 啊？可能就是講上一個 campus 啦。哦，上一個 campus。MB。冇啦。特別冇啦，這個定到你林角都就水嘅，嚇冇錯。特別這隻細間咧，MI 都隻細間咧，定到是，那是依度到啲，誒到咩客家 restaurant 那邊，我邊，然後我係個咪是水柱大邊咯。水柱大邊嘅是伊嘅房咧，都是工人房嚟啫。伊是成個細間人，你係當樓厝大間嘅嚇，你伊樓下咪是寫正工人嘅房嚟咯。伊度大下面都加伊一個glass 即 roommate 就睡房嚇，當我都大掉，上一間房公司房了。然後伊個有一咩事啦？伊講即外國親身家己 experience 啦。伊講伊個即個伊隔壁有兩間房，係有兩間房。伊隔壁房啊，外國嘅另外一大波大咧，伊隔壁房內就波大啦。因為伊早起時只是伊講伊個隔壁房嘅查某咧，就聽到阿妹困嘅時，伊講我聽到成個伊風扇無開啦，伊就聽到成個電嘅聲咧咋，電嘅聲，特別伊風扇都無開啦，伊就走去伊講哎呀，真係電嘅聲，咪去開風扇，伊隻開風扇咧都無去啊，就係電嘅聲，你咪是成個電嚟咯，你就走去名稱去睇咯，伊就 start 聽到 music 依度。即係人你講成個人國仔，你放你唱盤，你加扮唱歌 music， 嗰隻各種 music， 因為聽冇咩調啦。聽到熱烈都就可以開冚啲紅線，即係冚紅線嗬，個冇嘢啊 music， 一隻電聲個到對啊，一隻開電聲一個聲 music 個冇嘢喎，一電聲，一 music 個出嚟電聲個冇嘢喎。你喺度斜鏡咯，就開掉啲電嘅聲，唔係冚紅線啊，唔加困到到啲人單啲啲房機叫架斜鏡咁嘛就炸起曉就，因為外國嘅嘢 roommate 就出嚟看到一攞你上邊斜，可能上白朝按咧啊，佢喺冇困啊，你冇人係咪數哦？你講下，你講樣件啊，佢聽到你上冇咩好事看咯，你就去問伊個迄個水處主咋？伊講哎呀，浪債哦，浪這邊上冇咩好事，就可以上邊冇事。伊就計講個，我不要緊嘅啦，就往擺去樓頂啊個了。伊講，伊樓頂水處嚇，個樓卡水處啦，無上人啊，你知道？無上世界，所以講往擺去樓頂嘅啦，你明見啊？講擺去樓頂啊，有陣時咪是講啊，因講伊厝下一間房啊。伊講浪伊講下伊物件，咁你話唔夾去樓頂嘅，伊講你咪是每講要下面物件咯。伊講伊房下面伊個沙土後尾有一個梅嘅，你知啊？伊梅啊，炸掉啊！伊梅，伊講伊梅，因看到伊梅本嚟，伊成講伊梅是開去garage大路，伊講梅是只係 storage 房啊，你知啊？
伊講南邊啊，頂到有一超搏機啊，咪夾到個夾去樓頂嘅講，到底係一間房間嘅。gili oh. Ikaw, imbi hating kung Rico, ihari si Bangalo lah. Iya tengah. Di campus. I campus si Bangalo. Si Bangalo lah si. Hả? Maybe si 一半走咯，往個半啲去。哦，是咩？特別我吉林角都只水喎，較大間過。咁所以還是未好個嘛？林角都往大往大是頭一個。哦，他這間新嘅也未做，也未好事個啦。啊，未做好事。Maybe 有可能是想咯 ，because 正當你 MI 都是搬去這個馬拉瓦蒂啊嘛。嚇，對。Maybe 是想一間嘅。你講嗰邊，如果嗰邊只係係你廁所呀，多叻啊！你講有查某去幫着我，怎辦咯？看到人洗衫就，聽到洗衫嘅聲，幫着是啊，但人有人大邊洗衫，係你就係驚佢就。喲，我這伊個燈，有時 Apple 嚇，有燈嘅咩？冇我講係咪 Apple 你講？你先 Apple 咧，讀冊嘛，讀冊咧，咪去愛幫着咯。有佢幫咗去財經嗬，佢幫因為一財經成日大嘅，你知哦，成日一條線成日房間大嘅就，因為一幫一邊幫咗，你聽到成日邊有人在洗衫，都玻璃嘅嘛，都讀冊嘛，人在邊洗衫，然後成日咯，有查某啊，有人講開物件，又好笑嘅，驚別打，唔知是上一間咯，邊隻字？一次啊，即。佢一邊啊，等陣紅事咯，就講嘛，紅事個開條，你琴嗰開嗰咯。有咯，我相信。佢一邊即阿妹嗬，阿妹一邊嗬，我能，佢我class 冇事做辦公樓邊嘛，一開嚟房間嗬，是做 class 嘛。แล้ว佢這個事我朋友嘅。伊話代，我計好似我唔係屬伊話咩？伊話能值嗰就。話咩？伊話你白唔講啊？冇，要前面嗬，我冇是大係你話大咯。แล้ว我有 assignment 嘛？然後我唔知係咪說，伊大我嘅 classroom 不好，有一個走廊嚟就，有一個路廊徑嗬。然後邊伊開，有一邊開一邊冇開嘛，一邊後一邊冇開哦。我唔知係咪數一擺內六隻，加一個迄個插香嘅，加淡薄水果喺那邊嗬，箍喺那邊畫你知哦，畫喺你物件你知。我唔知係咪數一做嘅，แล้ว伊畫咧嗬，伊咪是箍了แล้ว目睭看到頭殼很畫咯。你後尾看到後尾有影過你知。一白影。即係看到我隻白影就過了，伊趕緊走嚟，我聽到聲，噼啪啪啪，伊就走嚟一隻了。伊邊出聲啊？點樣？伊驚你又看到。你看到？我冇看到。你是看走入來呀？嚇！看真係一邊出聲。你看到一啲白啊你啊？我就是看到伊畫係咪物件嘛？我走出去係你落樓街看嘛，伊畫咧係物件咩畫喺做？等個。即是有可能自己嚇自己即是。แล้วว่ามันสิอยู่แต่จิกติห้านาทีแล้วเองก็ว่าclassroom 是隔壁嘛，所以我行到對我 classroom 嘛，我同邊講啊，我行到對你落樓咪是上你落樓嘅，哇！你驚，你驚嘅時候，你按做好嗬，你講你無驚，唔是袂啊，你驚，你一路驚你嘅時候，你感覺你人真係冷嘅。那驚咯是。那驚那冷嗬，那你 even though 你無看到，你可以邊車。老師自己刺激自己。我驚就是我辦嘅事，我邊冇車，我邊冇數，冇數。因為嗰啲物件發生做隻嘢啊嘛，你感覺就真係袂好勢啊嘛。你來伊個立場嘅係你按怎講幻想嘅係你。幻想力就係咁。我喺厝袂使看鬼戲嘅咋。我袂看鬼戲。你看鬼戲，你都看到一下。無，我看鬼戲啊，伊袂困啊。我係看我上好了啊。所以我無人看鬼戲嘅。所以人看鬼戲，我做拍面。但我較近啊，就咱去看鬼戲嘅嘛。立場無去看，我講喺你。我無帶。誒，立場你咪是無看咧咯，Ringo 咯無看。
Ringo 我無看。The Eye 我看。我看 The Eye 咯，頭一出。The Eye 就驚咯，我唔捌看過，個問甲我講。一做就真好了哈。是唔是咧？電推嘅嚇，電推嘅嚇。電推。我哥甲我講啊。你講係電推啊。我哥甲我講電推，講佢驚。誒，你知咱細漢嘅大漢，咱大即個即亞洲大漢嘅人啊，咱嘅鬼無像嘅，你知道？咱嘅鬼真驚，阿毛鬼無咩驚的。當今嘅阿魔鬼對鄧人咧，對鄧人嘅，伊響對鄧人嘅。咱鄧人細漢哦，互人嚇甲大漢。係啦，互係馬嚇啦。咱細漢嘅時候，咱嘅親情，咱嘅爸母甲咱講鬼講甲小吉利啊咋？咧，我講有咧，你在你講你在驚咧，吼，往時你驚起來啦，你看到蝦米骨頭變做鬼嘢，你就。如果執下面你嚇到驚啊！做咩事？我細漢時個歲哦，我隻哦怪姑你就，我去厝哦一幫 Exorcist 頭一出哦，係時那個70年代 Exorcist。哈對。Exorcist 一幫我看就 ，from that on 啊，破單了。伊只嘅神，伊細漢嘅時哦，伊細漢到大漢後，伊嘅隻哦，直白伊看鬼戲看甲大漢，所以當時唔敢看。哦，這是唔是上一個隻？你上一個隻講佢哋係每時走去。伊唔是白話，伊是係直接換一去厝，伊攞紅帽看，你知哦。我咪無物件嘛，細漢嘛只看是 start。哎呦，有陣時細漢起是。我記定到我頭一早看時，我咪是只驚咯。有時定到咪是幾唔知幾年前，是兩年前上個幾 release 過嘛對。有冇走去大看無驚咧？首先真係好笑，你知啊？好笑，我感覺好笑。少。特別我記，往時你聽伊 music 你較驚過。你聽你 music 是較驚。你知伊聲吼是杜嘅聲嚟。哦，做呢嚇。伊迄個是伊去迄個杜浪吼，讓去落杜了去落迄個聲嚟啫。The making of 就是。特別你咪是兩個人死嘛係啊？伊卡聲讓 hippie 是兩個人死嘛。有笑死，所以樣講樣翕嘅時候，真係唔夠發生咯。都是哦。較濟有嘅啦。啊，無你無看這人，迄個香港嘅人都會擺小賭聲翕嘅時。我見隻小白咯，我見隻肥肥嘅小白。伊如看，我講對啊，小白好，但係我正就沒有看你自白嘅樣多。嚇！我都是看到咯，都是我咪跟你講嘅。哇！伊小白夠大地哦，當今咱特別講者，唔係講鬼故事，咱驚特別特別笑散啦。當佢話咱幾分鐘個，差唔多個4分鐘啊。佢當今咱咪講嘢，未記得了鬼故事說了，喂了。當我就放 music 好聽嘅聲就來看。哎呀，死個啦是鬼 music 啊，等陣啊，當我是超好事咧，鬼嘅聲個啦嘛。當今哎呀，人嘅聲冇驚，鬼嘅聲冇驚。哎呀，等下面哎呀，買這本驚即係成日看你 Final Destination 嗰哎呦，是等陣我聽過maybe 放 music 啫嚇。你成日都講話你聽你聲冇驚。要這驚你有時耶，所以我就講下要介紹這個自閉鏡啫。自閉鏡是 KL 嘅人啦，攏只人每曉聽啦，較濟要聽講好話啦。自閉鏡嘅，你記自閉是 spell 自閉鏡啊 ，CHIPAIGANG.com 那是你背我記得佢話朋友，我們講連接過去。因這是講好話啦，係咪是成個人嚟啦？唔是，特別是唔是 music， 唔是 audio， 是 video 就當看講啊就。呢就是攝影到啲香港嚟食，哇！我看到時我未吉腰咧，我講聽。我打晚下晡冇看到啦嘛，我早起唱歌，我早起就唱兩台嘛，我早起唱一台，暗暝唱一台，因為我早起唱了，我暗暝晡冇對厝咯，對厝咧我就搏到腰冇咩物件食啊，
我哋去看，哇，小白哇比較好料，個肥肥舊舊咧。你小白狗我水哦。哎呦，個水呀！我頭先愛食小白。喂，應該點開？我食小白。小白好料。我都冇咩攤食小白啫，我都冇食過嘅。Chinatown 冇咩？Chinatown應該有嘅嘛？我都會去啲芝加哥嘅時候俾佢吹啊。哦，芝加哥啊。Chinatown 定有嘅啦 ，Chinese。不，佢會使做嘅嘛？安怎做？滷 oven 哦，滷 oven 哦。有。滷會使買係咧，滷買三層吧。三層吧，哦，แล้ว有嘛是滷經個嚟有啊，滷就是係啲 oven 烘嘢嚟啊嘛。講你應咩？伊配個人在啲用咩 baking soda 咩個頭？有。係你我唔知啦，我看過人做咯，我隨人 recipe 先好。我看啊。嗱，你哋搞煮嘛？搞特布魯你唔捌做過咩？我叫我買朋友捌做過，我買朋友就搞做，伊樣咧，我得有，伊樣咧我即頂到 national 嘛是有一個 microwave 產 baking microwave 產迄個 combination oven 嘅咯。你只搞做誒，伊唔使做誒，伊配隻咖喱嘅，再配個係咧，唔知咩 baking 包、baking soda 上面去做誒，伊成變做 K 切去，真好食誒。伊部 baking soda 大伊配嘅。嚇！你去補 Mrs. 哥嘅搞做呢 ，Mrs. 哥。你部叫 Mrs. 哥叫人是邊個咯？哎呦，一定要我教我做過，我冇做過一道，到馬來西亞去。特別特擺到馬來西亞特擺就係我件事，特擺嘅嚟所以我冇做咯。你特擺做嗰度嘢好啊？對你帶梅嘛？係啦，一道對你特別梅啊！對你梅啊！你寫落嚟嘛？好似即是講一個清者，咁冇你驚者，講個隻小白講，咁咪介紹掉啊！咁咪嘅未見嘅咧，刷叮冇嘢。哎呀，今時啊，羅人講下安尼等啦，這是第二集啊，我特別自己掛者啊，這是咱聽到第二集啊。了啊，今時啊，羅人過來參加我人嘅即係講故意告訴只驚，講我突然間驚特別想小白，那想小白特別驚。笑得未驚。笑得只，哎呦，驚本來是我咪去笑嘅當然。OK 啦，今時啊啦嚇，下禮拜過來再見啊，拜拜。拜拜。